安，无福哎，平保叔平安，保叔平安。食饱吼，哎，食饱，拄食饱。嘿嘿。辛苦。保叔，武术班看了安怎啊？伊本地讲要排今仔日来用，结果伊讲有答应别位去用迄个水塔啦。了哦，我当走去迄个好人客去买一个冷气的排水管，我家己甲斗咧，甲用落去，着看较无滴啊。是冷气的排气的问题哦。外墙嘛是拢淡淡白白安尼。哦，嗯。嘛是爱去叫伊来看卖啊咧啊。对，即摆就是爱等外墙较焦诶时候，昨有甲进村长咧伊讲，迄着爱去抹才擦安尼啦。哦。嗯。哦。时间到，咱先来开始啦吼。来，咱做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通透过用那书来明白主，你是万行事的主宰。无论是阮的性命，无论是阮的环境，无论是大自然，拢伫你的掌握下面。恳求主你互阮的学习，成做一个愿意听主你的声音，对你的脚步来行的仆人。阮若今日要对约拿书第2章做伙来思考。当阮拄着艰难的时阵，阮要怎样用一个较正确的态度来甲你建立细正的关系。将今仔日永暗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祝你的圣神来开启阮阮心灵的智慧，阮的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咱会对第1章的上尾节来看到第2章的第9节啦吼。有的圣经的版本吼，伫希伯来文的圣经的版本，其实是甲第1章的17节放伫第2章的开始吼。咱来看迄个经文，你会看讲事实上迄段是甲第2章较有关系安尼吼。好。咱就来进入咱先讲到这个以前个的背景。
这个用纳书到底是事实还是一个虚如性的咱无法度知，但是咱真清楚就是知影讲，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将迄个救恩赏赐互外邦，这个尼尼微城这是一个，再来第二个，这个外邦尼尼微城代表是罪恶，所以上帝的救恩是要互毋但以色列人，嘛是要互外邦，但是遐会离开正道，也是真理的人咱来看见先知约纳伊是一个应该爱听上帝的话，去传达上帝的话的人，却用伊家己的文化背景来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伊非常热心伫即个整个的过程内底对伫伊的威抗阵拄着大风影咱有看到第一章一个真精彩的记载伫迄个所在。虽然伊家己知影伊无法度面对伊才甲即个船长甲遮的人讲，伊是迄边的人，伊敬畏上帝，天顶的上帝迄个主宰，伊是创造大地甲陆地大海甲陆地伊安尼好那亲像伊真清楚知影，但是伊有缘佫硬心伊有缘伫遮所在，伊也无要祈祷互即个船带来更较大诶危险。咱伫前礼拜有讲着讲，因为遮个船长甲遮个船员有迄个疼心，无爱一个就甲弹落去，佫伫遐过船伊迄个危险愈来愈大虽然约纳已经甲因讲，你甲我掠起来，迄个海就会平静，因为我知恁拄着即个大风，是因为我诶缘故因为我诶缘故，迄落去就好敢有其他诶方法会当互迄个海平静？应该是有啦不过伊若准回头诶时阵可能有所以咱有看见讲真正因无照安尼做，因为因无爱有一个人去互人对因诶手中遐尼害去就足骨力足大力，尽所有诶力去过即个船想要甲即个船来靠岸，但是无法度啦无法度这是真困难这真困难诶当因感觉讲因诶靠人诶能力无法度解决诶时阵，因则看见讲即项代志无有即个改变诶方法只有甲用等落去海去等落去海去风就平静，海洋也平静，大鱼就出现，用就去互食去即个大鱼是会通讲是用故事内底上精彩上时常会通去提起诶一个上顶诶一个物件啦好，咱整个甲第一章诶即个过来整理诶时阵，咱看见用伊是一个悖逆诶伊违背上帝诶调命，对伊要去诶所在来看，用实在是完全甲上帝相反调过伊这个我时常讲好那亲像青少年安尼有迄种即个青少年诶反叛期安尼你条甲讲袂使，伊就条伊个要做安尼伊拄着困境遮着风影，遮着其他诶人所求诶生命佫无效，即个困境是真大诶第一章诶困境甲第二章诶困境是无共款诶第一章诶困境是讲因拄着足大诶阻碍风影，用要死，亲像迄个路加福音第八章门徒拄着忽然间来诶风影诶时阵，甲伊讲先生救援，阮得要死安尼。但是第二章诶困境佫无共款，咱连咪会去讲着啦咱也知影讲迄是真正真正大诶困难，人无法度来赢过天无可能诶代志啦咱拢知影，人诶性命就是遮尔脆弱咱知影今仔日所尊敬即个日本诶前首相去互弹枪已经过往安尼
所以人的性命其实是足脆弱的吼，咱无法度用咱的气力来赢过。咱莫讲天啦吼，含大自然咱就真困难吼。伫即个今仔日嘛，花莲有一个18岁的查甫囡仔，因伫迄个溪仔耍水，因为水可能山顶咧落雨水，小可较灿漏，嘛较落，落去就无起来吼，嘛是过身啦吼。所以咱知影，咱人无法度去赢过即个物件。因虽然透过减轻迄个船顶的物件，要来平定，嘛拢失败。因大力过船啊，也拢失败。诗篇139篇第7节到12节的经文吼，无数有几若摆拢用即个经文，讲即个用人呢，伊若亲清楚即个诗篇，伊就知影讲吼，伊无地通好走啦吼。圣经就讲，我要倒壁你吼，走到倒位，你拢伫遐吼，拢伫遐。无论是伫天顶，是伫阴府，上帝拢伫遐吼。即个拄则所看这第8节吼，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是咧讲今仔日咱要讲的第2章吼，第2章。所以伫内壁的诗篇内底，就已经真清楚咧表达讲，伊所熟悉迄个上帝是超越迄个空间、时间的限制的上帝吼。过来就是去互船长要求，也是讲命令伊用那着爱有机会来转向上帝。转向上帝是讲你去祈祷吼，转向上帝。咱知影祈祷是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啦吼，但是用那嘛是个心意拒绝迄个悔改的机会。即个会当甲伫第3章，咱去讲着尼尼城的人，迄个整个用那去传悔改福音的时阵，因的做法，会当看去讲，用那甲因是个真大的相反的对比啦吼。用那咧表达讲，伊所相信的上帝是掌管大海甲陆地，是一个真神。虽然安尼，伊共款心阁真硬啦吼。那拄则咱有讲着讲船长甲遮船员听着用那甲伊讲，你甲我掀咧水内底，水着海涌着平静，但是因游员无爱安尼伫遐大力过船望会当莫甲伊掀落去，会当互因安全吼。伊嘛总努力，你会当看着讲因真正有疼心啦吼，嘛有一个信心伫诶吼。搁再去看着即个路线吼，绿色诶是上帝诶旨意，红色诶是人迄个用那诶违背啦吼。即个互咱小看一下吼。即个就是用那去用踮伫迄个海水内底诶时阵即个画家所画诶吼。好，咱来进入去经文啦吼。会通甲第2章第1节到第9节讲做鱼仔巴肚底祈祷啦吼。圣经的经文我有放3个版本互咱来看啦吼。伫即个现代中英译本即个所在有甲咱讲吼，伊表内文的圣经吼，甲第1章的17节放伫第2章做第1节啦吼。所以无输咧讲，我会甲即个17节放甲第2章做伙，2章的第10节我会放甲第3章的原因是伫即个所在，因为伊的内容是连做伙吼。即个就开始讲甲鱼仔有关系吼。即内底有一句话是耶稣所咧讲的吼，除了约纳的新约以外，无阁有新约互咱吼。这是咧讲这，但是上落尾我今仔日阁加一个问题要问咱，就是讲到底约纳书内底的新约有几项吼？咱会当来思考啦吼。好，第2章的经文，伊讲着约纳的祈祷，这个祈祷是伫迄个鱼仔的巴肚底，所以拄则咧讲着即个诗篇139篇第8节的时阵，我讲我去甲阴间，你嘛伫遐吼。第2章就是咧讲这鱼仔巴肚底到底是啥吼？到底是啥？即个咱会当今仔日来分析啦吼。伊讲你甲我放伫迄个迄落深海到海底，大水为我，你的波浪，你的大涌看我。
你对你的面前甲我赶走，我要安怎会当搁看到你的圣殿吼？我互水激甲要无命吼，所以我一再咧强调讲，即个鱼仔巴肚叫做阴间啦吼，你要无命深渊围困我，海草填我要安怎叫海草填着？当然，迄就是伫即个上海的上深的所在。伊有几若种诶形容讲，伊伫迄个海诶上下骹站吼，顶咧山诶根基，即个山诶根基毋是咱诶啥物大板根啊，迄个拉拉山啊，毋是吼，伊这是咧讲是海内底迄个山诶根基。海内底山诶根基其实是咧讲海底，是咧讲海底啊门串永远甲我串地，毋久上主，我诶上帝，你有救我诶性命脱离死无？我诶性命强要无去诶时，我想起上主，我会祈祷进入你诶圣殿，到伫你诶面前。所有牵条无路用诶偶像诶人，弃杀因对你诶忠诚。我即句我爱咱来看和合本诶翻译啦较趣味啦伊讲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连续他们的主。伊是咧讲第三者，伊甲上帝祈祷，然后咧讲第三者，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是即句话其实咧讲伊家己来，佮继续。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做祭，献互你写我的愿拯救是对上主来咱开始来看第一章的17节内底咧讲到上帝安排上帝安排咱旧的台语圣经讲备办啦原文的意思是讲伊有迄种算作是安怎想？上帝甲伊 set up 好势就对啦上帝甲伊提供互咱，还是上帝指定大概原文拢有即个意思我伫希伯来文诶即个字是叫做维曼，维曼是对即个曼那即个义军来即个咱会当去了解好，那参照伫迄个保罗咧思考，当然保罗用的是希腊文但是伫以色列人迄个头壳底咧讲着你因为相信上帝，算你做义人，甲即个观念是共款的，无共字啦完全无共字，但是概念是共款的所以上帝甲伊用好势备办好势，甲安排好势，伫整个的约拿书中间有出现几摆我就放伊正伫第一章17节即个第四章6节、7节、8节拢咧讲即个物件上帝备办，上帝安排，意思是讲，上帝咧摄你，无论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拢是上帝咧摄你整个伫遮咧展现的，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对第四章的记载所看见，约拿是咧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迄个信也是上帝所备办，也是讲上帝所安排信者。第四章出现过来细项的信者迄个咱毋是耶稣咧讲的，但是伊嘛是算信者伫迄个内底所发生的所以我拄则已经讲过伫新约中间的概念，算你做有义，因为相信算咱做有义，迄个因信称义的概念，大概是伫即个所在共款伫圣经的中间讲，大鱼出现甲伊食了，伊伫遐巴肚底3日3暝即个鱼伫希伯来文敢若讲鱼类啦，还是讲咱讲水族，但是拢无甲咱讲到底是甚物鱼但是咱通常咱若咧做日蚵，还是咧讲这个故事的时，咱拢会用海翁啦大只咱所捌的海内底上大的生物海翁来形容咱嘛会感觉讲，迄较有可能甲一个人吞落去不过
比较困难啦吼。我互咱的资料内底，有一个台大的这个海洋的研究所因的资料吼，互咱知影讲，这个海翁伊是安怎食物件吼，基本上是真困难，讲一个人吼，当去吞咧伫腹肚底安尼啦吼。咱看到迄个大鱼出现的时阵，我有看过迄个我前摆有甲咱讲过，讲迄个八爪女章鱼迄吼，大只个会当比迄种鱼船仔搁较大只呢吼。这是一般咱对于即个大鱼的想象啦吼。到底是啥物鱼啊？其实咱真困难去了解，但是即个大鱼伊有真重要的象征意义啦吼。甲你去研究，也是讲去探讨讲伊到底是啥物鱼吼。更较重要就是讲，伊即个大鱼到底代表啥物物件、啥物意思吼？这开始咱要去思考的物件啦吼。这是网络找来的图啦吼。对我学美术的人来讲吼，我感觉这是迄个 Photoshop 的图啦吼。这有小可毋是遐尼真的啦吼。好，所以鱼仔甲伊吞落去吼，甲伊吞落去。这个鱼仔甲伊吞落去，会通讲着，若较直接讲着结论来讲，就是死亡甲我吞食落去。咱用安尼去思考啦吼，安尼去思考。所以了解用哪师基本上爱用信仰的角度去思考，甲迄个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货，这是咱思考的一个方向吼。咱关于就是讲大鱼所象征的，就是迄个阴间吼。第二章第二节，咱连续搁一节来讲吼。这伊就伫迄个所在咧讲的吼。亲像诗篇107篇10节甲12节讲，伫迄个所在，坐伫黑暗中间，死荫内底的人，互困苦甲铁链困绑，是因为因违背上帝话藐视至高的旨意。这就咧讲用哪，敢毋是安尼吼？所以真清楚啦吼。所以用哪使用鱼来譬如违背上帝旨意的人的阴间，其实足符合旧约的精神啦吼。这就是用哪使的一种的写作的方式，上顶语言来传达上帝真正的旨意，甲伊的呼召到底是啥物货。然后讲到鱼仔腹肚底3暝3日，这个吼，就是另外一个上顶的语言。咱嘛知影，就是讲希伯来人基本上用3日来代表时间真长，也是咧讲真大。所以照了解，人食肉吼，约略爱2点钟来消化，水果是30分钟吼，也是菜色吼。鱼仔消化系统甲咱无共款吼。我有囥即个咱有机会家己来看即个成大吼，我拄则讲毋对吼，成大海洋生物即个因的研究吼，咱来了解讲，鱼仔到底是啥物这咱若去看着迄了，就知影讲这咱毋好去甲想讲，这是真正迄只大尾鱼仔啦吼，是咧讲着一个真上顶一个死亡。一个违背上帝的人，伊所会拄着一个情形安尼吼。相款就像尼尼微城迄个大的城，伊嘛用3工来形容，来行3工才会透吼。所以咧思考就是讲，即个鱼仔腹肚所要形容的是一个阴间。用那去互鱼仔吞落伫腹肚底，等于是死，3工搁去互吐出来。所以，咱会当联想的，就是耶稣所咧讲，除了用那新约以外，无搁再有新约。当然，除了伊家己的吼，3工对死搁活，这是使徒圣经甲咱讲的代志。这是出伫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0节，耶稣咧对遮的爱追求新约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所讲的话。亲像用那3暝3日伫大鱼的腹肚底，人子嘛要安尼吼，所以真清楚，用那师咧预表耶稣迄个对
阴间赢过阴间的权势，搁活即个物件吼这是伫新约耶稣所讲的真清楚的。好，咱进入第2章的第1节来看见吼。鱼仔巴肚底，伊对鱼仔巴肚底内底对上帝祈祷，伊的上帝来祈祷。有一个圣经耶稣咧讲的譬如教导中间，咧讲到一个有钱的人，伊对阴间来甲亚伯拉罕讲，请你去找列撒罗，去甲我的兄弟讲，毋通阁做歹啊！我直接足艰苦，咱会记得即个共款伫迄个阴间祈祷。我后壁较会讲着啊，不过咱正先讲有当时咱就是讲不见棺材不流泪啦已经去到伫阴间的时仔，知影讲我爱祈祷。第1章，约拿有机会通祈祷无？有。伊伫迄个时阵祈祷，可能风影就无去啊。伫迄个时阵，伊若决定要回头，可能风影嘛会无去。这有可能。但是伊伫迄个所在，伫第1章，伊完全真坚持、真硬心，无要祈祷就是无要祈祷。当时开始祈祷，去互鱼仔巴肚，鱼仔吞落去，伫鱼仔巴肚内底，咱讲阴间内底，伊才来祈祷。真正足像迄个富有的人咧甲迄个亚伯拉罕讲的话，迄种的态度共款。所以咱咧看是讲，伫鱼仔巴肚内底你若照事实来讲，爱先鱼仔会先剥嘛，会过滤啦然后吞啦约拿书所记载是约拿因为伊会违背上帝旨意，然后伊就拄着死亡的困难，所以伊遐个所在就开始来祈祷。伊真正有足侪机会通甲上帝好好建立关系。一开始上帝呼召伊，伊就会当对上帝行嘛，但是伊却选择无爱对尊长的要求，大家拢爱拜家己的神明的时阵，约拿却秘伫咧尊长内底，其实伊是咧秘上帝尊长命令伊，就爱去求家己的上帝，伊却选择无要甲插逐个人用念口，当伊无话讲的时阵，伊的态度是安那？我宁可死死的，你甲我等下就好啊！伊嘛无爱祈祷，伊嘛无爱祈祷呢你甲我等下就好啊！你等下恁风影就平静啊！安尼知影伫海的内底，即种的等的风影佫遮大咱毋知影会一尾大鱼，上帝准备一尾大鱼，安排一尾大鱼，咱毋知影。但是落去迄个海是死路一条，伊宁可去面对这个死亡，伊嘛无爱祈祷。这个心足硬啦了后，伊伫去互大鱼吞食落去的时阵，去互阴间的权柄、死亡的权柄吞食落去的时阵，伊才想着讲：哎呀，我爱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祈祷所以伊伫鱼仔巴肚底开始上帝祈祷大家汉是讲伊的上帝耶和华咧说明着约拿甲上帝的关系啦。好，那参像伊伫第1章的回答第9节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主。事实上伊无敬畏上主，伊闪避上主伊是天顶的上帝，伊是创造大海甲陆地。所以第2章即句话，好，咱参像咧甲别人介绍伊所熟悉的上帝的话，来介绍互家己啦。第1章第9节，再来甲家己讲一摆，是家己的上帝来祈祷。是因为已经甲上帝疏远啦，伊用家己的方法、家己的气力行家己的路，伊甲上帝的关系是相违背，是生分的所以这个对来讲是一个关系顶悬真重要的提醒对第2章的第2节到第9节，基本上就是迄个约拿的祈祷词伊是较无迄种固定形式，咱讲诗句安尼
啊，咱若看台语汉字新诶吼，甲新诶和合本诶编排，伊就无啥共款啦吼。好，啊，这是画家一个童话书吼，圣经诶童话书内底所画诶即个鱼仔巴肚底诶情形安尼吼。鱼仔巴肚底，我拄则已经讲过若摆，我着甲伊顿好啦吼。鱼仔巴肚底诶祈祷，就是阴间诶祈祷。就是阴间的祈祷啊。为什么会直接去讲到伊就是阴间？伊讲我伫危险的时阵就求告上帝。伊讲我拄着患难，我就求告，这是旧的汉字的翻译啦啊，中文的翻译讲我从困苦中向耶和华哀叫伫新的台语汉字较有甲原文迄种有紧急性，还是讲真困难的迄个程度翻译出来了其他的两个拢是感觉足平常的苦难安尼尔好，这个苦难是安怎的？新的翻译会甲讲足危急的时阵，因为伊就是拄着生死的问题嘛所以伫这所在，上帝安排一尾大鱼来甲约纳吞落去。若准上帝无安排大鱼，约纳敢会佫行倒转来，还是佫继续离开？咱嘛毋知影咱毋知影。伫这个所在咧讲祈祷，这个求是 cry out， 就是讲，应该是安尼讲，就讲伫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底，你足惊喺外口的人听无，所以你着足大声甲喊甲哨声，迄种诶叫做 cry out 就是安尼诶情形。伊已经伫鱼仔巴肚底，伊感觉是伫阴间所以伊足惊上帝听袂着，所以伊着大声伫遐低头，伫遐咧祈祷安尼意思啦当然伊有一个对象，迄个对象伫倒位？伫上帝。但是即个问题是安尼当伊想要去约拍坐船去到他死的时阵，伊头壳底想的讲，我若行即条水路，上帝就找我袂着；我若伫船内底咧困，上帝嘛找我袂着。但是当伊拄着死亡的困难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大声祈祷，伊毋望上帝听会着。连伊咱来讲，就是讲，伊讲我的祈祷到伫你的圣殿伊咧毋望这个伊虽然伫阴间内底，但是伊毋望伊的祈祷会到伫上帝所大的所在伊袂去讲到这个时阵，讲伊有意外，伊就感觉讲，照伊过去的经验，伊若祈祷，上帝会甲伊回应。所以伫伊的知识，也是讲伊的理智中间，伊所知影。所以伊伫伊的理智的中间，伊嘛感觉讲，我莫祈祷，互上帝就毋知影我伫倒位安尼这就是伊咧思考的物件。所以伊的信仰基本上停伫迄个财物顶悬，伫性命顶悬无够落实啦无够落实。好，那亲像伊伫证人面头前来介绍伊家己的身份，甲所相信的上帝，伊就是迄边的人，我所相信的上帝是管大海甲陆地。伊虽然安尼，伊犹原选择无要顺服，无要对上帝来行祈祷会受到上帝的回应，这是伫可能经验顶悬，还是可能伫伊的知识内底伊所知影，可能嘛是伫伊的期待的中间，因为伊伫迄个困苦的中间，所以伊毋望上帝，哎呀，你就是听我祈祷啦，你著咱到第四章的时阵，就会当去可以看到约拿伊迄个心态。我都知影你是一个慈悲个怜悯的上帝，伊大概是对上帝了解是安尼，所以嘛感觉讲伊拄着困难的时，伊祈祷上帝就会听。当然嘛有一种可能性是讲，我即摆都拄着困难我祈祷上帝你一定会听，你若无听，你就毋是我的上帝。嘛有可能是即种心态在挑战上帝安尼所以伊就捌米条咧，无爱祈祷咧所以咱会当看见
我调工甲即个现代诶新诶台语汉字，即个是新诶台语汉字，即个是旧诶汉字啦，所以伫即个所在，伊直接就讲啊，阴间伊讲深诶所在旧诶是讲北来北来，所以咱会通真清楚知影，即个鱼仔腹肚基本上是咧讲急难大诶困难是阴间，即拢是共一个字所要表达诶意思伫即个所在，我甲即两个放做伙啦拄着患难，这是旧诶汉字所写，拄着患难就求救是讲我对阴府诶北来后叫。拄则我咧讲伫一个密闭诶空间内底，伊大声话足惊外口听无，安尼意思好，伫原文伫即个所在咧讲阴间阴府，是咧讲梦，也是地狱。伫遮嘛翻译做迄个急难，也是讲患难所以伊伫即个鱼仔腹肚底所表达的，就是伊诶困难是上深诶所在上深诶所在。你讲伊迄个腹肚即个腹肚即个字嘛，咱讲迄个你诶心啦心咱通常讲伫人诶上深诶所在安尼伊讲落伫迄个深渊内底，这是用哪会记得？你甲我迄落深海，到伫海底大水围我，你诶波浪、你诶大影拢看我，这是伫诶祈祷内底。但是咱咧读这时阵，咱毋知有感觉怪怪无？有怪怪无？什么人甲用那等咧迄落深海？是船长甲船员但是伊伫遮甲祈祷诶时阵安尼讲。你甲我迄落深海，伊咧讲啥物人？伊咧讲上帝啦。伊讲上帝，你甲我迄入去深海。当然，咱咧讲毋是上帝甲伊迄落去，但是呢，上帝互伊一定爱比迄落海内底供应才会平静。所以伊真清楚知影，所有诶代志都是上帝伫迄个后壁到伫咧海底咱即摆开始来看伊开始咧形容伊诶困境伫倒位大鱼甲伊吞食落去了后，去到伫海底。伊讲大水因围我，即个大水是对倒位诶大水？是伫鱼仔腹肚底诶大水。咱知影，若准讲咱用讲海翁好海翁咧食鱼仔时，喙开甲大呼诶，规个水拢入去你内底。所以你诶波浪、你诶大影，拢看捌我咱会当用迄个卡通影片诶想象会知影讲用哪咧讲物件伊这所在用你，但是原文无即个字，但是这是一个代名词啦讲安怎对待你，你会互海平静这是伫第一章才讲诶你甲我掠起来，迄落海就会平静指上帝你甲我迄落海你甲我迄落海，其实毋是，但是因为迄落海即样代志，上帝伫咧后壁内底用若真清楚，所以伫祈祷中间，伊就安尼来甲上帝讲明，你互伊迄落海大风是出伫上帝诶权柄，当然鱼出现嘛是上帝诶权柄一切作为连做伙来想会当讲是知影讲伊就是个先知人啦，伊对圣经对上帝有基本诶了解基本诶了解。伊第三节咧讲到深海，就是拄则已经第二节已经讲着迄个海底深诶所在深渊，后拄则讲到即个惊是咧。即个心啦即个心，迄个鱼仔腹肚底上海底咧讲着迄个心，一个人伊若无心，即个伊就会失去迄个性命。诗篇88篇第6节讲，你甲我迄伫深坑，伫黑暗诶深渊内底，
这个嘛是真类似约纳的祈祷吼，你甲我迄伫迄个大海共款的意思啦吼，意思讲上帝互伊去拄着死亡深渊嘛指死亡，嘛是拄着阴间。伊讲为我看捌我用诗篇69篇15节的经文，叫你毋通用阮大水淹没我，毋通用阮深渊吞食我，毋通用阮旱天看捌我。这个就是拢是伫约拿书第2节咧是形容的，迄个大鱼甲伊吞的，基本上就是深渊。你知深渊就是讲已经无法度脱离，所以鱼甲伊吞落了，伊就是伫迄个死亡的陷阱内底啦所以代表死亡的攻击代表死亡攻击。好，来第4节讲，我就讲伫后面的话是一种话中带有话啦。祈祷好那亲就是伊咧甲上帝忏悔认罪，但是伫伊的话中间佫有足侪的埋怨，像咱拄则所读的第2节讲，你甲我陷伫海底。伫这所在，伊佫出现一句伊讲你对你的面前甲我赶走，对毋对？这有搞错呢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城，伊走去约帕坐船去他斯，是啥物人走？是伊家己走，是伊家己走。但是伊讲，你对你的面前甲我赶走，其实伊咧怪上帝，互伊去拄着这个死人的艰苦艰苦。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其实心内有足侪的矛盾伫伊的祈祷的中间。约拿家己离开上帝的呼召，伊甲亚当共款，拢是你所想事我迄个查某人叫我做诶，但是伊家己伊无愿意甲上帝同行嘛伊讲你对你的面前甲我这个赶走伫英文咧讲 cast out 也是讲去用迄个 banish from your sight， 伫你的目睭前啦这意思讲真清楚啦毋是我要爱，是你甲我用离开的你英文圣经麻烦你甲真清楚啦咱无看到上帝甲伊赶，只有伊离开上帝下面的事实但是亲像大笔的诗篇嘛时常有安尼讲，求你毋好对我黄你的面求你毋好对我黄你的面。基本上约拿所咧表达嘛是安尼，因为上帝对咱黄面，就表示咱无搁再有上帝的灵，迄个气甲咱做伙，就表示失去活命，就伫迄个深渊内底，伫迄鱼仔巴肚内底所以伊对伊船顶去用迄落海的时阵，大水就淹没伊咱讲灭顶了啦淹死啊。第四节讲的死啦就是人甲主相离的结果我拄则讲就讲，叫你毋通来对我来划走，毋插我这个经文遮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也是讲对我你的面毋通甲来划走无对我安尼好，伊讲我要怎样才会当去看到你的圣殿啦伊即马伫阴间，伊离开圣殿真远约拿伫困苦的中间，表明伊犹原要求上帝怜悯，伊的心主的圣殿到底有啊无，咱毋知影。但是伫祈祷中间，伊伫即个所在安尼讲总是我犹原跟黄你的圣殿，我无真正离开你拄着困难的时候，我阁会转来找你的大概是安尼。所以约拿真明白，伊伫困难的中间，知影伊无有别人通靠，只有靠上帝尔所以伫伊咧祈祷的中间，伊就开始伫遐来向上帝来求救你一定会应我你一定会安怎
所以伊伫迄个阴间伫鱼仔巴肚底，伊伫遐搁再毋望会当搁再见着上帝的圣殿，还是讲毋望我的声会当去到伫你的圣殿。咱知影圣殿的意思就是讲，一个所在有上帝伫遐，迄个圣殿啦吼。所以意思讲，我的祈祷会当去到伫你的面头前。这是伫第二章内底所咧形容诶。伊讲海草甲我洗掉诶，咱看伊海草生伫倒位？海草伊袂铺伫咧水诶中间，伊是生伫迄个海诶下骹海底海底。所以伊咧形容讲，迄个伊去到诶所在是海诶上深诶所在。伊讲珠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新加坡讲珠水包围我，几乎置我于死地。伫这个所在，你讲到伊诶性命无去啊啦，无去啊。我互水激甲要无命就是讲要淹死啊，要袂喘气啊。伊讲下通是讲水淹过我诶灵魂，互伊来死去。伊讲深渊围困我，海草颠条我诶头壳。海草颠条这个海草就是我拄则讲，拄则咱看迄个图，伫深的所在才有海草，海草颠条伊的头，表示安怎？伊无路通去走啊，无路通走。好，我有几个数据，互咱小可来思考者咱听讲咱上深的的海比这个1万几公尺更较深啦迄个自由潜水就是讲，拢无有用迄个氧气筒的自由潜水，即马上悬的记录就是落去到水面的下骹113米啦。你拢无呼吸器落去3分外钟，安尼起来安尼然后你有派迄种迄个氧气筒的，咱讲水肺会潜水，目前上深的去到伫332.35啦这个这个就是有水肺就是咱咧讲氧气筒的氧气筒的这会当去到300几公尺最近日本才拍破美国的纪录伫这个去年的4月日本拍破上深的到伫10970公尺海内底海内底海内底是用即种的即种的承受压力较大较大咱知影是咧，咱知影这美军的咱咧讲的迄个军事的潜水艇军事的掺水舰记录上深的来到530米啦530米这个伊这种军事的较浅的原因，就是讲伊内底有大人，你伤过深落去伊有一寡人的性命问题，有一寡器械的问题，佮有武器的问题，所以因无做甲遐尔因为伊个速度爱紧所以伊有一寡考虑，所以无亲像细只潜水艇安尼所以大概迄个，互咱小可知一个海的深渊迄种的深度迄种的深度，甲伊迄个水的压力，甲迄个危险。伊讲我的头去即个海草颠条的，所以去到伫迄个下面，我拄则讲迄个完全无有器具的落去3分外钟，马上就爱起来边仔拢有人咧顾，伊若万一有啥物问题，勇气就爱随去伊讲头去颠条的。这一颠条了，伊就无法度解脱就死去所以咱看伊讲，伊伫迄个所在用祈祷文咧形容伊的困境伊的困境。阿当甲夏娃因犯罪了后，上帝受气，甲迄个蛇所讲的话，伊咧讲着将来呢，有人的后代要伤你的头，
意思是啥？耶稣基督会太赢撒旦啊，蛇代表撒旦啊，会赢，就是迄个头，就是咧讲性命会死啦，啊，蛇会去夹着人的后代啥物货，骹后边啦，骹后边会死无？袂死啦，会受伤但是袂死啦，头呢，就是咧讲着迄个性命会死去安尼所以沉落去沉落去咱有讲到即个几摆伊咧讲到往下，比如讲上帝叫伊去即个尼尼微城，伊就落去即个约帕，迄个落去基本上就是有迄种沉沦，有去到伫阴间伫2章36节才有讲到所以伫即个所在，即个拢咧代表一个人的性命离开上帝的一个情形安尼啦当然还佫有其他的形容，但是迄个字是无共款的伫什么款的下骹跟这个下，你若用中文去做连结的时阵，就有会去一寡误解迄个下是动作，你若形容词伫迄个树荫底下，迄个佫无共款啦即个尼尼微城的王，伊落了宝座，即个落就甲即个字也是共一个意思好，伫即个行落来宝座即个字啦，原本是讲伊是对宝座顶悬徛起来徛起来伊落来了后，意思是讲伊即个徛起来是伊要放弃迄个王的尊贵，伊要甲上帝来徛起来了，要甲上帝来求怜悯是即个意思，甲原来咱讲落南也是迄个无共款的意思好。OK， 咱拄则讲着迄山的根基啦是咧讲海底山，所以意思是讲咧形容山的海的上深的所在海的上深的所在迄个就是咱拄则咧看迄个海草啦遮深的所在亲像即个咱看着即个海沟咱拄则咧讲上深的迄个小潜水艇去到第10000几公尺，就是迄个海沟的迄个内底咱咧看讲，伊咧讲海的山根，海的山的山根有伊讲这是山啦，山根就是伫即个上深的所在若对海的观念来讲，就是海搁较深、搁较深的所在，安尼来讲，伊就无有脱离的机会。伊讲甲迄个门框甲关起来，咱即马可能较少看到即种物件啦咱即马可能有铁迄个门窗迄个物件门有迄个门窗，甲伊永远关起来，意思是讲伊是一个无up梦的人啦咱古早的门是即种的咱毋知会记哩无即种的即个甲即种的用叉的伊是咧形容即种的物件啦就是永远甲伊串起来。好，咱想咱咧讲上帝甲撒旦关伫迄个阴间内底关1000年久，安尼圣经咧所咧讲物件，所以讲永远啦上帝甲判无期徒，其实甲伊感觉是上帝甲判死刑啊啦所以伊伫即个所在，佫一概强调上主我的上帝。我伫咧想讲，第一章的时是安怎无安尼祈祷啦到第2章，伊伫即个阴间的时阵，伊才安尼祈祷伊失去迄个甲上帝好好建立关系的一个机会所以毋过你有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还是讲原文的意思应该讲，你有对死亡中间来救我的命啦对即个死亡中文的翻译是坑，迄个一个陷坑，也是休难死亡的意思这是咱咧讲细型的掺水感会当参加上加参加上加。讲我的性命强要无去的时伊讲
和合本的翻译，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新译本讲当我的心灵疲弱的时候，就是咧讲伊的性命渐渐失去伊的性命渐渐失去，去互底甲拢无去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来上帝来求讨啦伊的灵，伊的性命无去因为伊伫迄个上下底的所在，渐渐无开了咱就知影会戆戆的失去意志失去意志迄个今仔日看到迄个日本前首相即个断掉了，伊就马上失去迄个意志迄个时阵，逐个就真烦恼是共款的意思，就是讲，当你渐渐无开的时阵，你就会浑浑噩噩去伫即个所在伫咧讲着讲，伊去互地倒去互地倒，无搁再有法度来挣脱去互拍败的意思啦伊就开始无去我的命伫要无去的是，即句话是足趣味的我命伫要无去，才想着你，较少念着上帝啦那我拄则讲不见棺材不流泪，伫船顶的时阵会当好祈祷，伫暗暝落到即个约拍的时阵，会当对上帝的旨意来行，伊无爱，伊甲伫迄个困境伫阴间的时阵，伊才想着上帝才想着上帝。伊讲我的祈祷进入伫你的圣殿，伫你的面前用祈祷进入伫你的圣殿，伫你的面前。我想这个是足正确的一句话啦咱用祈祷甲主结连亲像耶稣教是咱的主祷文讲，阮伫天里的爸，迄个关系结连，这是足重要的。但是毋是干那伫迄个困难的时阵才祈祷，当然困难是更较爱祈祷，但是伫咱真好势的时阵，咱嘛该共款祈祷啦所以用那伫正人的咧问伊的时阵，伊即讲伊是天顶的上帝，创造大海甲大地，咱得要用祈祷真正来表达上帝的权柄上帝无所不在所以咱会当看着讲，虽然用那是伫迄个阴间内底，却有办法用祈祷进入上帝院，这是真有力的一个物件啦好，咱亲像迄个有钱的人共款，伊有法度来甲阿伯拉罕讲话，伊用迄个祈祷，用迄个关系来建立上帝，互伊的声会当得被听着我捌听有一寡人讲有一寡牧师拢特别走去澎湖外岛讲某一个岛顶悬来有特别有圣神伫遐啦对我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啦耶稣捌甲迄个古井边的妇人人讲啥物货？阮敬拜上帝是用心神甲诚实，因为迄个妇人人讲，阮敬拜上帝是伫某一个山顶，敢毋是安尼？但是耶稣也讲毋是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对话中间，耶稣甲伊讲真清楚毋是伫迄个山顶，毋是伫某一个岛屿，毋是伫某一个所在，是用诚心用诚心来甲上帝祈祷。这个是真较重要啦毋是你着去某一个所在安尼所以耶稣讲的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这是咱爱做的代志咱爱做的代志。约翰福音第4章伫这个所在，耶稣所讲的，讲我阁甲恁讲，恁中间若有2个人伫地里同心合意祈祷，我的天父就拢会甲因成全好，所有轻佻无路用偶像的人，气杀因对你的忠诚。伫祈祷中间，用那讲即句话，好那亲像伊是一个真虔诚、真听上帝话的人，但是事实上，伊就是咧轻佻伊家己心内的一个
五常，迄个五常可能是家己，迄个五常有可能是犹太人的文化中间拜替外邦人，迄个文化。伫个概论的中间有甲咱参加分享，即个时代背景是因已经脱离伫受统治的情形，所以因对外邦足排斥，即个是伊的五常，这是伊的五常。伊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离开上帝旨意，所以遮伊可能会通讲是久笑皮无尾啦，嘿。好咱伫圣经诶内底有看到足侪解诶总是啦，基本上一个虚字，一个连结，一个迄落大概互咱知影一个安尼尔好，用感谢诶声献做祭互你，上帝还未甲伊回应，但是伊伫即个内底互咱看到一个真水诶态度，就是讲。伊还未得到上帝回应中间，伊犹原用感谢的心来献做祭，所以这个会通，感觉讲真值得咱学习也好啦。是讲，咱嘛用诗篇51篇第8个诗篇讲，上帝你无爱烧祭忧伤痛悔心是你所爱，所以这个检测会通讲是这个用那忧伤痛悔心。诗篇116篇第16节17节，伊讲上主啊，我实在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仆人，你女婢的囝，你已经透开束缚我的锁，我对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叫上主的名来，这个是重点啦伫伊的祈祷尾了，伊讲着我要对你写我所下的愿啦伫一般咱咧讲诶，迄个宗教信仰诶行为内底，就是讲，你有所求，你着爱有一寡回应上帝诶部分咱所得到，亲像即个马拉基书所讲，咱所得到是上帝所赏赐互咱诶，咱所献诶其实是行所以伫即个所在，伊就讲我对你写我所献诶下诶愿啦即个写。这个写就是行啦就是讲，到底伊有甲上帝下什么愿？咱毋知影。整个约拿书4章内底拢无讲到约拿有甲上帝下什么愿拢无讲到。但是伫即个所在，伊提着到伫第3章，伊的做法基本上是根据即个来做。我要用你来写我所下的愿好。有可能就是伊伫诚做先知的时阵受高慢的时阵，迄个时阵的立约嘛无一定，因为咱毋知影圣经无甲咱讲。不过咱会当看见讲，伊对伊的信仰的中间，伊甲上帝是有契约的。做先知是爱真照实来传达上帝的话，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伫即个所在，伊个讲拯救是出自上主，来讲耶和华咱咧讲即个耶和华基本上是约书亚，是讲来讲耶稣是共一个义军的迄个概念，是上帝才是拯救啦诗篇62篇第2节讲，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袂摇动。使徒行传第4章。伫即个彼得的讲道中间，伊讲耶稣以外，无阁有别个拯救因为伫天顶地下拢无赏赐互别个名，互咱来挖靠这真清楚拄则已经有讲到讲迄个马太福音耶稣所讲除了约拿以外，无阁有别个神者。伊咧讲到迄个3暝3日，对鱼仔腹肚底去吐出来这个神者就是死。个活对死个活安尼所以咱第2章整个来看就知鱼仔甲鱼仔腹肚咧所咧代表就是迄个阴间死亡的权柄，甲伊束缚的，甲伊头掠条的，互伊袂当透开。只有上帝会当甲伊透放，互伊对即个阴间割出来对耶稣咧讲的是即个部分啦
这个经文咱就伫资料内底拢有啊啦吼。好，几个思考问题啦吼。用咱有几若摆机会甲上帝和好，重新建立关系，透过祈祷，透过顺服上帝旨意，但是伊所坚持吼。咱伊拄着困难的时阵，伊才想着上帝吼。咱拄则看着吼。伊已经用要无开啊，才想着上帝是毋是？咱嘛安尼我想咱会通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一寡反省甲思考的部分，咱需要常常提醒咱家己是基督徒，亲像第一章第9节约拿甲遮个人讲的，我是希伯来人，我所相信的是天顶的上帝，伊是管理创造大海甲大地因为安尼，到底咱爱安怎来对上帝行？是讲伫生活顶悬要咱见证，咱是属伫主的，真真正正属伫迄个天顶上帝的仆人吼。是毋是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才会祈祷？咱伫顺境的时阵，咱会感谢会祈祷还袂？对伫约拿的心情，咱所看见的，咱拄着患难的时会甲约拿共款，无承认家己的罪吗？伊伫遐讲，你甲我赶走，你甲我陷入迄水内底，好像永远是别人的错了是毋是咱伫有困难时阵才求叫我的上帝耶和华，还是咱伫生活中间着讲阿爸，阮的爸是毋是？咱伫无代志的时，咱就对咱家己的意思来行约拿伫祈祷的中间，好像亲像要求上帝怜悯，但是伊看起来是无全然的悔改。咱特别是咱若看到第3章、第4章的时阵，伊甚至搁去笑话遐拜偶像的人去杀因的主。咱是毋是安尼？像迄个法利赛人祈祷共款？咱是毋是有可能将家己的成就建立伫别人的失败顶悬？伫第1章咱看见逐个人伫遐无闲，逐个人伫遐祈祷，伊拢无，伊拢闭掉的拯救出伫耶和华，出伫耶稣，咱是毋是相信啦所以今仔日咱学着啥物功课？上落尾就是拄则咧讲着讲，伫约拿的记载内底，咱所看到的神迹是啥物货？这个互咱想，咱甲后壁看完的时阵，整个4章拢读完的时阵，咱再过来思考这个部分除了咱讲今仔日的3暝3日对鱼仔巴肚阴间吐出来以外，其实伫约拿中间有足侪的神迹，特别是第4章讲真侪另外有一个更较重要的是伫第3章内底甲咱提醒好，后礼拜要看第2章第10节到3章第9节这几节的经文。好，今仔到这，有啥物问题无？要分享还是要问的？安尼听有清楚啦有清楚，真清楚，多谢老师。好，敢有问题要问？听是听有清楚，总是佫过去，毋知要哪过来提醒家己。你讲倒一部分提醒家己？就是这离开上帝这个代志。或者是讲，当然这个真好问题啦咱要安怎知影讲上帝要叫咱做，还是讲咱要安怎知影讲咱即马决定这项代志是上帝要爱咱做的啦但是我想就是用约拿做例啦，伊完全无祈祷，你有发现无？那如果咱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领袖，有一个感动，咱逐不时拢为着即项代志来祈祷。伫咱头前的路，我相信上帝会引带啦。表示咱有迄个心是要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毋是干那讲，我想要做不管上帝你安怎管，想我拢无爱管。我想，若即种的心态点悬，我想迄个偏差性袂介大啦。我相信是安尼。个有无？无咱请文福长老传咱祈祷，咱来结束。好，咱做伙来感谢。主比稳定贴大地白上帝，我感谢你，给阮一个真正好的机会，通透过牧师真正好的经历将杨老师的关键的点以及着伫圣经中间的连结性拢对阮讲者真正清楚。主啊，恳求你会当帮助阮，互阮透过杨老的故事中间来提醒阮伫什么款的时阵，常常嘛是照阮家己的意思，有听咱主理意思，伫阮的生活中间。会当真做会当真正见证主理的人，主啊，恳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会当透过用的这个故事来提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应该安怎做，才会当来荣光你的名，互阮当常常听家己主理，甲主理结缘，主恳求你赐予阮教会每一个肢体，每场的圣工的进行，拢有主你亲自的引带，带来甲保守。主赐予阮带领阮，甲阮三个弟弟，阮将一切仰望交托主你的圣手的引带甲带领，祈祷恳求，靠着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谢谢，多谢老师，谢谢。平安，晚安。平安。平安。